赞美你的恩典，感谢您保守眷顾我们经过一个礼拜。虽然外面下着雨，天气变冷了，但是我们依然抱着火热的心，要来到圣殿当中敬拜你。透过敬拜与你再一次更深的交通，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整个礼拜的过程。特别恳求您差遣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正可以透过这个敬拜，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你的心意、您所赏赐的力量。主啊，我们特别将今天敬拜的各个同工全然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你亲自拣选的人同在，让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透过他们的带领，让每一个人可以将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在100多年前，在双连这个地区设立了双连教会，让我们在这边可以寻求您、敬拜你，并且透过教会团契小组，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来见证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求主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教会所有的属灵领袖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照着你的计划去推动教会的各项事工，并且让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爱的团体当中彼此扶持，互相帮助。让我们透过团契的生活来见证你的荣耀。求主保守眷顾一切，我们同时也将台湾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阻止所有侵害台湾人民幸福力量的一切这些势力，让他完完全全离开台湾。让我们在你的保守眷顾，充满你所赏赐的仁爱与公义以及和平。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亲近我们的神。邀请各位一同起身，用喜乐、用渴慕的心，同声开口赞我们的主。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生到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天上国度降临，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因为耶稣这里充满喜乐，这里充满荣耀，我们要见证奇妙神迹显明，见证神的国度降临。我们当献上敬拜，渴慕与主同在，全心全意来爱主。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
相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起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人朋友，来向主做个祷告，求主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与主更加的紧密连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一同敬拜赞美。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更加的连接。主帮助我们的家人，以及还没有来信主的朋友、亲朋好友。主啊，你保守，有力量能够将他们带领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亲自恩膏他们。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我们本是不配，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神的恩典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要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主面前。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在，以真诚的心降服，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我们本是罪人，主为我们挪去枷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在。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主的名是配得所有颂赞。我们用赞美、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得以在这聚集敬拜。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变成神的儿女。为此，我们要大大的感恩。全世界的肺炎疫情持续，人民健康、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求你保守我们能时时警醒，日常生活做好防疫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不偏离主的道，让主的话语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圣经有2个地方，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耶稣离开那里，再往前走，看见了一个收税的，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就起来跟从了他。还有一个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1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收税的人，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利未就起来，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29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许多税棍和其他的人都来参加这宴会。有些法利赛人和属于他们一派的经学教师
向耶稣的门徒埋怨说：“你们为什么跟睡棍和坏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而是要招坏人悔改。”圣经以上。信息：耶稣人物系列41，马太。我们的本堂牧师蔡主任牧师来主讲。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教会的福音主日。教会每3个月会定一次的福音主日。那福音主日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可以邀请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礼拜。我们今天牧师要做一个调整，我们先从旧约先的士师记暂停，我们来看新约的一个人物叫做马太。牧师给今天的分享信息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改变。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生命状况不满意的话，都会寻求改变，大家希望得到一种改变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改变。那有些人会去求神问卜，那有些人会去算命改运。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说，一个渴慕改变的人怎么样得到改变。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就是使徒马太，他怎么透过认识耶稣来得到改变。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用你的慈神爱所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思想你的话，并且借着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保守眷顾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得更清楚，让我们的思绪可以想得更深入，真正透过这样子来得到改变。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描述主的门徒马太，他被耶稣呼召的一段经历。他的蒙召非常的戏剧化。他是正好在工作的时候被耶稣呼召的。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2段经文都提到了他被呼召的状况。他说马太正坐在税关上收税，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工作，他的职业是一个收税的人。那耶稣走到他的面前来对他说你跟从我。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第2段经文，路加说他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好像一句话也没有问耶稣什么，他就跟从了耶稣。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在家里面为了他的朋友，为了耶稣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他邀请了他许多的朋友，当然他的朋友就是跟他一样同样是收税的，还有其他的人都来到这个宴会。不过我们要知道，我们待会会做一个解释。在当时收税虽然是一个收入很高的职业，但是在一般人的眼中这个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待会牧师会做一个说明。所以收税的人在一般当时的正派的人来看这不是一些好人。而且马太他邀请的朋友似乎在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的眼中，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当时有法利赛派，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还有一些经学教师，教导人认识圣经的人。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看到耶稣居然跟马太以及他的朋友，这些一般人看作坏人的人在一起吃饭，就对他的门徒抱怨说：
你看你们的老师哦，居然跟这群坏人在一起吃饭，结果就引发了耶稣说了一句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而是要招坏人悔改。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要使人得到改变，是使原本是坏的人能够悔悟而得到改变。其实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在指马太以及他的朋友们，其实在指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生命当中都有不完全的地方，都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改变。那我们今天就要透过马太的生平来学习一个改变的功课。首先我们要第一个部分，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马太在见了耶稣跟随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首先我们发现他第一个改变，他的名字改变了。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书第2章，或者是路加福音书的第5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2段经文，他都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利未。那马太福音书就是他马太自己写的，他把自己称作马太，也就是说他这个名字有做一些调整。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整。首先利未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那我们知道12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嘛，对不对？这利未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其实是有很深的含义。也就是说犹太人跟台湾人很类似，他们在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其实都对这个孩子有一个很深的期许。所以我们为自己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非常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名字当中是代表我们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的很大的期许。那马太他的父母亲给他取作利未嘛，利未的意思是联合，是希望他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联合啦。结果这个马太没有跟上帝有很好的联合，他跟世俗有很好的联合了。我们知道他后来当了什么职业？当了去收税的。收税的这不是很好的工作，待会我们会解释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工作，是一个赚钱赚很多的工作，但是钱是去给人家剥削来的，去给人家讹诈来的。所以他没有跟上帝很好的联合，反倒跟这个世俗跟这个世界有很好的联合。但是后来他称自己做马太，对不对？有些学者认为是他接受耶稣之后，把自己的名字做一个更改。马太的意思是什么？马太的意思是上帝所赐的礼物。马太当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他明白这个生命是上帝所赏赐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所以他用一个新的名字来见证他的新生活，来开始他的新生活。圣经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兰，他认识上帝之后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这是旧约的。新约也有新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初代教会的一个使徒叫做保罗，对不对？他之前是扫罗。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原本是叫做西门的。所以有些人会用一个新的名字来代表他的一个新生活。在这边牧师不是大家说我们信耶稣之后都要改名，不是这样子，而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要改换你的新生命。马太他用自己这个新的名字来表示自己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他希望自己
是承受上帝所赐一个新的礼物。我们知道他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礼物了。因为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用他的恩赐才华，用他的笔写下了马太福音书，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研读福音书来得着祝福。这是他的第一个改变。他的第二个改变是什么？他的工作。他的工作由税吏，就是收税的，变成为使徒。马太他原本是一个税吏，而且一般来说，我先来说这个税吏，其实税吏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合法的流氓。合法的流氓，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是这个巴勒斯坦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要求犹太人必须缴纳税金，但是他为了方便收税，他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找一些犹太人来担任税吏，来协助政府收税。那他就把这个地方全部都包给这个人，或者是说出价比较高，他定一个价格，然后出价比较高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区域的收税权。那每年就定额，就罗马帝国要求的这个税金，叫定额去交给罗马帝国就好。那罗马帝国会给他一些公权力，让他可以去收税。但是一般收税的人他不会少收啦。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每年要上缴这个区域要上缴1万块钱给这个罗马帝国，他算一算这个地方有多少人，他就总额他当然要多收了。他不可能收1万就上缴1万，他可能比较有良心的收个2万，那一般来说就是收个3万4万，那剩下的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以及分给一些帮他收税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收入很高的职业，但是他事实上在一般人的眼中是这样，他是代表国外的势力，这个罗马帝国殖民的这个势力来压迫自己的同胞。人家可能上缴1块钱，他给他收个4、5块钱，剩下的中饱私囊。所以在一般人眼中，这就是帮外人欺负同胞的坏人，是社会所不耻的职业。所以你在圣经当中常常看到圣经常常把税吏、娼妓跟罪人列在一块，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收入很丰富，但是却是一般人看不起的职业。那马太接受了主的呼召之后，他跟随了耶稣，并且被选为主的12门徒之一。他改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由一个剥削金钱的税棍，变成为一个分享福音的使徒。但是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书的作者就是他自己本身，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在他前面都会写上收税的马太，或是税吏马太。他提醒自己过去是一个罪人，如今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然你们去看马太福音书第10章，耶稣拣选12使徒的时候，他就在前面写一个收税的马太。所以马太其实是一个蛮谦卑的人，他的工作由税吏变成为使徒。那第三个呢？他的生命由罪恶变成为丰盛。马太不单单有了新的工作，他的生命也完全改变了。他从一个罪人，从一个剥削别人金钱的罪人，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使徒。他过去生命只重视钱，但是这是一个贫乏的生命。他后来成为一个不是赚钱而是赚人灵魂的一个使徒。所以他的生命由罪恶变成为丰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读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充满感动。一个人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完全的改变，不单单是姓名改变，不单单是工作改变，他的生命品质改变。
有一个罪恶的生命，成为丰盛祝福人的生命。接着，我们要用一点点时间来看它改变的原因，以及它改变前后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它改变的原因。圣经当中说，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利未就起来，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就是他接受耶稣的呼召，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上回我们在讲基甸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基甸的生命可以从一个非常贫弱、非常贫穷的生命，变成为富足丰盛，成为国民英雄。是怎样？他接受上帝的呼召，他接受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他生命变成为丰富。同样的，我们看到马太也在印证这一点，他接受耶稣的呼召，他的生命成为不一样。在这边今天牧师故意给大家读2段经文，一段是马太自己写的，一段是路加写的。你如果仔细去比较两者不太一样。我们刚才看的好像都一样，对不对？你注意路加路加写的是说，马太利未就起来，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但是马太没有写说他撇下所有的马太写说他起来就跟从了耶稣。所以马太写的比较含蓄，事实上他不想自夸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事实上他后来我们要了解，他似乎也没有撇下所有的待会牧师会做一点解释我们看他从2个角度来看马太所撇下的东西是什么。首先第一样，他是撇下捆绑他的贪念。马太撇下他的工作，如果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收税的税吏收入是一个很高的职业而且他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他有相当大的公权力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时一定很多人想要这份工作，虽然很多人很不耻这些人，但是其实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想说如果我当这个工作，我可以收入那么丰富但是马太在主的一声呼召之下，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这一切，跟随了主因为这些事物是他生命的捆绑但是牧师这边说路加说他撇下一切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撇下一切，因为我们看路加接着描述说他在家里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嘛，那表示说他还是有钱嘛，有钱可以举办宴会嘛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有一个地方改变了。什么改变？他的意念改变了。他过去可能是一个守财奴视钱如命，所以会四处的去剥削压榨别人的金钱嘛。今天他知道他可以利用这些钱来做一个分享所以他是放下他的贪念，成为一个分享的人。待会我们还会告诉大家他什么东西没有撇下但是他的意念改变了，这些他拥有的东西成为不是自己的捆绑，而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样，他也撇下什么？在撇下他的贪念的同时，他也撇下了困扰他的罪行。过去他虽然有很丰富的物质上的收入，但是他的内心是空虚的。这外在很丰富，可是内心是空虚的。他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心里面是软弱的，因为一般人看不起他，心里是痛苦的。如今他做了这个重要的决定，他要跟随耶稣，完全离开他的恶行，所以他不再受恶行的捆扰。我们要理解，跟随主的人要有一个决心，就是我们必须舍弃一些世人所看重的东西。在2013年台南神学院收到一个重要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从英国寄来的，带回来的巴克里牧师的献身文这个
故事，牧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巴克里牧师在16岁的时候就写下他的献身文，然后每年的生日他都再一次在献身文上面签字，代表这是他跟上帝的誓约。他跟他太太结婚之后，2个人就一起为这个献身文，每年都在这上面签字。在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份献身文，是他过世了之后，人家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他16岁开始签名的这个献身文。后来这份他的遗物就送交给他在英国的亲戚。那后来有一个牧师去拜访这个他的亲戚，他亲戚表示说，这份是属于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把它送给台南神学院。台南的这个奇美博物馆知道这份礼物送到了神学院，他们特别派人来帮这份文件摄影做了备份，并且送给台南神学院一个很好专业的厨师箱，送给学校，把这份文件保存在这个厨师箱里面。我们当时举办了一个活动，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文件回到台湾。它是代表一个对台湾宣教有极大贡献的人的心志。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在巴克里小的时候，其实他的家庭环境算都不错，所以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他会跟他的一些亲戚朋友一起到乡下去避暑。他们通常会到一个叫汉密尔顿的这个地方。据说了有一次他在这个汉密尔顿的时候，跟他的朋友去拜访他朋友的家里面。他去到他朋友的家里面，他朋友的是一个非常朋友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生意人。他去他家参观之后，他才发现说，居然有人可以住这么漂亮的房子，用这么名贵的家具。他那时候内心有一点的挣扎，他想说，我将来长大了我也要像我的朋友的父亲这样去赚很多钱我有这么好的产业可以享受。这感谢主啦，这个意念只有一下子影响他一下子。后来他回去之后他自己发现说，他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是要奉献给上帝的。他因为头脑很聪明，他15岁就进大学读书，在16岁的时候他就写下这个献身文。我来念一段他献身文当中的一段。这段献身文他说，今天我以最严肃的态度誓约顺服，我将放弃一切管辖我的，我要把我及我的所有，不论心思意念、四肢百体、财物、时间或一切的力量，都献给你，为了使我成为有用的器皿，必能引导众人归向你，更能荣耀你的名。我决意终身服从你，我以热切的心情、谦卑的决意，希望永远属于你，而且时常能察知你所要的指示，以热情欢愉之心来实现奉献意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写下奉献自己的决志文。那他后来来到台湾，服侍了60年的时间，死在台湾，葬在台湾，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很大的祝福。他设立了台南神学院，设立了台湾教会公报社，一切就是为了宣教的缘故。牧师曾经跟大家讲过，他如果留在他的国家，以他的聪明才智，他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他撇下这一切，将自己奉献给神，成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当然，牧师也要提醒大家，撇下一切，最重要的是心态哦。事实上，上帝会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成为他的门徒，服侍他，服侍人。举个例子来说了，我们知道马太并没有真的撇下一切了，他至少还拿着他记账的笔。我们知道收税的要记账，对不对？但是他把这支记账的笔化作什么？写书的笔。他
用他的才能编辑了马太福音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当中的马太福音书，去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刚才也说过，他没有完全，似乎也没有完全抛弃他的产业，但是他用他的产业办了一个宴会，邀集他的朋友，邀集耶稣来，让他的朋友可以认识耶稣，让耶稣的福音可以变成为他的朋友的祝福。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不一定就要我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他可能会留我们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工作当中，但是用不同的心态来服侍，透过我们所做的工，就可以荣耀神，就可以祝福人。这是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们发现马太寻求生命的改变，他找对了方向，他做了正确的选择。当耶稣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来到他工作的这个税关前面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们相信那时候他可以感受到耶稣对他内心心境的了解。他虽然外表很丰盛，但是内心很贫乏。耶稣的怜悯温暖了他的心。耶稣让他明白，恩典是白白给他。耶稣走到他面前去呼召他，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是神主动给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虽然耶稣亲自呼召他，但是他的回应成全了这个呼召。所以今天耶稣也会呼召你，神的恩典要白白给你，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你就必得救。马太听见了主的邀请，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离开他的工作，离开他的罪恶，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他跟对了正确的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急着改变，生命非常慌乱，急着改变却找错了方向，找错了老师，找错了信仰，不仅没有办法达到改变的目的，反而越变越糟了。我们生病要找医生，总要去找最好的医生啊，我们不会跟自己开玩笑，随便找一个不知道他有没有牌照的医生，我们就去看了。我们不会这样，更何况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耶稣不但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心灵救主，是我们完全可以信任依靠的。生命的问题找耶稣就没错，所以一定要找对方向，跟随耶稣。我们看到马太跟随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之后我们继续来看马太跟随耶稣之后，他便乐意的把这个恩典跟其他的人分享。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假贺到修伯”，大家有没有听过？吃到好吃的就要去告诉人家嘛。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假贺到修伯而已他是假贺到修川。他如果吃到好吃的他不单单会告诉你说哪边这个地方好吃他还会找一天我带你去吃，然后还会请客你不让他请他还会生气就是这样子，让你可以享受跟他享受到的美好的事物一样，也要让你一样享受。马太就是这样，他见了耶稣之后，他生命得到改变，他从黑暗变成为光明。他想说这样的事情不能我自己一个人保留所以他就用他的金钱摆了一个大的宴席，邀请耶稣来，也邀请他的朋友来。他的朋友是收税的，还有其他的人。他跟他的朋友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花了他的钱，他费了他的力，他办了这个宴席。他利用这个宴席公开来见证他的重生，他的改变，以及他改变的力量的来源。马太是很有智慧的你知道请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很多人你叫他来教会听牧师讲道，他没有兴趣。
可是你说，哎，来，我们来一起吃饭，他就很愿意呀，吃饭的时候，如果你又能够跟他分享耶稣，那收的功效就更大了。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书第2章记载着说，当时就有好些个税吏跟罪人也跟随了耶稣啊，就是他这个请客产生了果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在每年的圣诞节都会办福音的茶会。那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改变。我们没有办全教会大型的，我们把它办在小组当中。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带领你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那透过这样子跟其他的人分享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每年有3次的洗礼，对不对？我们在每一次洗礼的前4个月我们就开始怎样？牧师会鼓励大家，我们先找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名单，然后开始为他祷告，找机会就请他出来吃饭，请他出来可能办一些活动，那再借着这些活动让他认识耶稣。也许我们努力的做邀请，圣灵亲自在他生命当中动工，他就有机会接受这样一个可以使他生命完全改变的恩典。所以大家应该要努力啦，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得了这个救恩我们讲说我自己没问题了，不要做这么自私的人。我们应该要跟其他的人分享。那最后我们来看马太不单单把福音介绍给他的朋友，他也想到了其他的人，而且想到不单单是他那一代的人他想到后代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他就用他记账的笔拿来撰写耶稣生平跟教训，完成了马太福音书。他把他对耶稣的所见所闻一笔一笔的记下来，让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看见耶稣的教导跟他的见证。圣经里面有4本福音书，对不对？前面3本叫做共观福音书。第一本形成的福音书是马可记载的马可福音书，那路加跟马太则是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收集的资料，再加上马可福音书把它编辑。3本福音书各有各的特色。马可写得很生动活泼，路加他本身是个医生，所以他的路加福音书充满了医生的本色，展现他对人性的关怀，特别对那个边缘人、受看不起、被欺压的人特别的关怀。而马太是一个编辑的常才，他把耶稣的教训跟见证把它编辑得很好。比如说马太福音书的第5章到第7章是马太所编辑的耶稣的教训，我们称作山上宝训。所以我们接下来10月6号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这个马太福音书第5章到第7章的分享。那如果你们要问牧师说你最喜欢哪一本福音书牧师告诉大家马可是适合当作故事来阅读，特别适合慕道友读。路加你在读的时候你会感动万分，你会觉得耶稣真是充满了怜悯。而马太是适合拿来查考，拿来研读，就很深入的研读，一节一节的查考。马太福音书是被公认成为写给犹太人的福音。在这本福音书当中是引用旧约最多的福音书。我们要注意马太是长期以来被他的同胞犹太人所排斥的，因为他的工作的缘故。但是他定义要把这位改变他生命的耶稣基督介绍给过去对他最歧视、最排斥的同胞们。我们接着来讲马太的结局根据传统，圣经没有写他的结局，但是根据传统，马太后来在犹太人当中传道15年，是在犹太本族传道最久的使徒。他后来15年之后，他又到外邦去传教。那马可福音书介绍他是亚勒菲的
儿子利未，他称自己叫做税吏马太，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后来据传说他是到非洲去传福音，后来死在波斯，殉道在波斯。在他所写的福音书当中，他没有吹捧自己，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在他名字前面写税吏马太，收税的马太。但是他忠实的记下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特别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书第28章19节所写的什么大使命，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确实是这样做。他在犹太人当中工作，在外邦人当中工作，定义要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忠心的遵守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马太的生命，你是不是也渴慕你的生命可以得到这样的改变呢？期待上帝帮助各位，我们都能够领受这种改变的力量，让我们生命被翻转、被改变，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时候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我们先用一首回应诗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用安静的心，用敬虔的心来吟唱这首诗歌。眼睛闭上我们领受了圣经上帝的话语。如果你期待跟马太一样可以得到生命的转变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祝福。感谢主。放下来。如果你的生命此刻依然有许多捆绑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事物，你期待别人能够为你祷告祝福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来帮助你，我们请我们的祷告团队来帮助这些人祷告。后面那边也有兄弟跟姐妹，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其他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求你来改变我，我要领受跟马太一样的这种福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来荣耀你。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就活在你的里面。您亲自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跟随你。求主保守眷顾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主你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更新改变的力量，让他们因着认识你，得到生命的翻转与改变，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透过我们丰盛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奉献祷告。感谢主赏赐，我们有平安，有喜乐。现在我们奉献主赏赐的金钱、才能，作为圣工之用，靠主的名，阿们。请坐。报告，我们翻开那个周报第5页。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每次到教会要登记实名制。那
假设你是本会的在会的会籍会员，也有那个双联的关怀卡的，就拿卡出来就好，不用再填写那个名条。肢体关怀，本会的会友方兆明弟兄，在9月9号安息主怀，定于9月27号，就是今天下午1点半，在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和参加，愿上帝安慰遗嘱。本会的会友周素娟姐妹的父亲周清传先生，在9月15号安息主怀，定于10月10号，本周礼拜四，在彰化县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恭喜本会的会友江梦威弟兄，就是江燕婷、吴家珍长老夫妇的儿子，以罗新慧姐妹定于10月10号下午3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和全家。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第8页，装备课程共观福音查经，有第2阶段的查经是在马太福音5章第7节，有11堂课，每个礼拜二早上和下午，早上和晚上各开一班，时间请大家留意。每个礼拜四下午2点到3点半，在7楼礼拜堂，这个都是我们的蔡主任牧师来主讲。那请要参加的向干事报名。再来，请翻开，对，那个第9页我们有一个净滩，那个中会办的，今年我们本教会净滩就没有办，若有需要参加净滩，可以向外面有报名单，自己向干事报名。再来，我们翻开我们那个周报第6页，是我们青少年牧区的事工哈，有五大项因为那个故事屋呢，我们中秋节跟那个双十放假哈，那记得不要去。再来那个有那个周球的入门跟进阶班也在报名了有需要的可以在线上报名。再来我们有社区大合唱那个10月14号到12月30号有13堂课，需要的人也可以报名哈。再来一个就是轻视力全能挑战训练营你觉得你适合的，那也就向那个线上报名。再来我们109号的那个柜台，我们在招募义工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向那个彭牧师报名哈。来，以上报告，那个我们请牧师来做欢迎来宾跟代祷。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我们的来宾，这边有一位洪丽娜女士，请问在哪边？请你起立。我们欢迎她，欢迎她。好，特别欢迎你哈，请待会我们礼拜结束之后，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招待。好，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那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眷顾各位。我们这时候起立来唱最后的这首诗歌。我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这时候互相请安问候，我们尽可能从前面2个门出入。